换者心情来看到讲到德国的料理，真侪人头一个想到就是猪脚，刷来就是德国的秘鲁。真侪人唔知讲正港的德国柏林猪脚，唔是大家印象用烘的。来到柏林佚佗，一寡街路的小食，气味袂输餐厅。另外，佫有一寡一定爱食的料理，带大家做伙来食看卖。 Der Poet Otto Licht hält es jetzt für seine Pflicht, er schreibt dieses Gedicht. Veronika, ein letztes Mal, die Mädchen singen Tralala. 来到德国，你第一个一定要吃的就是他们路边摊卖的德国香肠。它其实表皮有点焦焦脆脆，然后吃起来有点酸酸的，还蛮好吃的，一定要尝试看看。 这道看袂像肉的德国烟肠，酸咸的滋味，互人食到安尼一喙煞一喙。伫咧德国，烟肠的口味实在真咸，拢总有1500外种，安尼嘛，互人讲是烟肠共和国。 论真来讲，这个德国人因上爱食的其实是这味三瓜咖喱粉，佮加蓝塔马豆酱的咖喱烟肠。你敢相信讲，单单这一味，因一年就会当食8亿条烟肠？因为伫德国另外一个代表的食物就是猪脚。讲到德国猪脚，很多人印象中都是用烤的，但其实正宗的柏林猪肘是用水煮的哦。生了后，才搁用杀的这个柏林猪脚，袂像烘的遐尼油。这道猪脚的肉较软溜，一入喙搁化去，猪皮较 Q， 同款入喙就会化开。不过这个猪脚煞比面较大，若要食2、3人食一份，安尼上盖拄好。若过来甲斗这个酸菜，安尼实在是足着滋味的。也是讲来点这个马铃薯甲菜脯呢，安尼就通互口感搁较青笑咯。伫柏林食物件，除了讲大喙来食肉，大喙来啉麦仔酒，也搁有这个芳腰控，嘛是袂当错过的哦。这个蝴蝶饼呢，吃起来 有点咸咸的，然后蛮有嚼劲的。如果你一整个吃下去，大概到中午都不用再吃了。真正无咸啦，这个鸭饼看到分量无大，不过真杂煎，内加阁有气味。这个咸中带香，合做合作盐饼糕，是德国的国民美食。德国是世界出名的香国，德国的香有上百种。就算讲你无关系，甲德国人同款，甲这个香甲当做3顿的主食，不过你嘛会当甲试一遍。 另外来到德国，也阁有这道赞的哦。这盘子上这2颗呢是马铃薯球，可是我觉得呢，它吃起来的味道跟大家想象中的马铃薯不太一样，吃起来反而觉得很像是小蛋糕的口感。马铃薯球，那真正要讲这个马铃薯球的口感，甲台湾的什么食是较共咧。我会讲伊亲像这个 Q 底底的发粿，过来甲斗德国的传统菜，酸味炖牛肉，安尼一喙肉一喙马铃薯球，虽然有一丝仔冲突，不过足有迄个德国 的风味，柏林因为历史因素甲地理位置，有真多元的好食物。食着各国料理的特色口味了后，嘛唔通袂记你正港的在地滋味，来感受着柏林的异国风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